看它的那个编号。那有没有37.5啊？37.5 SY 就能穿。37.5的啊，我看一下。好 ，Wendy Mandy 媽同埋 Common Van 眼超仔啊！我隨便你上網去 search 下咧，都要咧8、9千噶啦，13000幾眼專門店買緊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全身啊！這對是什麼？又嚟一對咧，呢一個咧 LV 嘅銀色啊！咁呢一個咧，如果你哋咧係啦，有人咧啱着超級跳樓價39.5啊 ，LV 嘅銀色嘅啊，係啦，都咧好新淨嘅。有冇人大腳嘅？同我一樣大啲嘅，39.5萬，超級跳樓價呀 ，BB 們呢一對2999咋，2000靚哦！哇，我係咪睇錯價錢啊？2999咋，39.5啊 ，Kevin 你快啲搶啊！我 Kevin 也喜歡，超級喜歡銀色限量款的，限量版嘅 LV 嚟的，係呀 ，LV 嚟嘅喎，2999，哇！這一對不買對不起自己。前色條給我 Kevin 紅姐姐看，真的好心驚啊！黐咗線啊，真係啊！39啊，唔係39.5啊。我抵到嘔啊！呢一對。我真係好便宜 LV 喎，我啲鞋咧真係咧係亂咁嚟噶啦，39.5萬，39.5萬，超癲啊！呢一對喪底嘅價錢啊！好，風於 Connie 仲有冇人要啊？我想要頭先嗰對。37哦，那39啊。再問一下39。風於 Connie 超抵啊！有沒有38？真係超級抵啊！呢一對。風於 Connie 雞圖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呢啲人菜雞圖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稍等一下。好，嚟一對咧驚絨嘅呢一個咧小香嘅粉紅色嘅啊，咁啊小香啲鞋咧最平咧官網咧都1萬幾噶啦，綁繩嘅小白係啦，底部都係超乾淨啦，係啦，咁呢一個咧係38.5萬大價，4999啊。JF1541嘅。Karen 紅姐姐，你喜不喜歡涼鞋呀？Karen 紅姐姐，這款全新啊，miumiu 的涼鞋啊，miumiu 全新的，有你的尺碼，37、39，還有37.5都有。4999咋 ，BB 們，特 logo 嘅驚絨嘅，抵到爆炸嘅 ，OK。係啦，抵到爆炸，全新添啊！呢一對限字嘅，亦都係咧冇着嘅啊，限字嘅，好抵啊！呢一對38.5啊，大家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38.5啊！或者我 Karen 紅姐姐就全新的。涼鞋中不中意呀？Celine 啊，全新的，好平啊，都秋嘎的平啊！給大家過幾款涼鞋吧，啊，給大家過幾款涼鞋啊！來，這一款的一款1號全新的1號啊，1號的 Celine 的一個1號，1號啊，1號。
哇，这个高跟鞋也好看啊 ，Celine 的啊 ，Celine 的一个1号，哇，看我这个中不中意啊？2号。